是闽南式的吹打几声乐曲，锦绣前程。我想，像这种乐曲的声音，在台湾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。您可以感觉到，在很多庙会的时候，或者是有菩萨要出巡的时候，在前面的这个乐队所演奏的就是这一类的曲子。当然，这也就类似北管的声音了。北管的大锣鼓是有名的热闹，在各类节庆排场里都少不了它。尤其是家中有喜事，像是娶媳妇啦、生孩子啦，或者是大人做寿啦，都得增添一点吉祥的气氛。而闹厅这一类的吹打